2026年屬馬嘅朋友，今年財運要特別小心，因為午馬係屬火嘅，下年丙午年又係大火年，加埋就係火太旺啦，成個人嘅情緒都變得好焦急、好焦慮。而焦急焦慮係會令到人做事容易出現疏忽同埋大意，因此而做錯決定嘅。所以喺投資同埋理財方面一定要謹慎一啲啦。事業運方面，因為有將星出現，所以係代表你嘅領導力同埋權力都會得到提升嘅。但係犯太歲本身亦都有犯上嘅意思喎。喺展現你個人才能嘅時候，記得唔好頂到咁行，留翻少少面子俾你嘅上司啦。愛情方面，你嘅桃花係極其旺盛嘅，但係相對嚟講咧，洶湧而嚟得快，走得亦快，難以持續嘅。所以如果你有拍緊拖嘅情況，就一定要提防感情會有變動啦。喺健康方面，要留意心血管嘅問題、肝眼嘅問題啦。如果你本身已經有呢方面嘅問題嘅話，就要更加注意，因為今年有劍鋒同埋伏屍，加埋刑太歲，屬於意外同埋刀傷，咁有機會令到你嘅病復發，要做手術㗎。